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乐乐嘅节目。哇，看今日嘅福喜乐乐嘅乡亲朋友係講有性中音啦，係關係音。大家有發現冇？都較早客家種同緊大家為啲你要當到嘅橋啊，像係石匠橋。不過可能當到有去過係乜嘅咧？檔案橋，我未是去過改片。不過大家有想過冇？其實可能有很好多嘅地方，有安樣嘅橋，安樣嘅橋有幾個歷史嘅故事度地圖，然後冇乜嘅文化度地圖。你今日好好啦，大家嚟分享一下。唔過咧，一開始先嚟看隻短片。我係盧公啟，關係客家人。我係傅正娟，關係客家人。呢位係全台灣最短細嘅中正路。50年前，好多都係打石店、打鐵店為主。最大嘅上從頭都談到非常嘅鬧熱。不過當大上深入嘅變化，慢慢嚟沒落下嚟。因為關係行立當道，昨日初當道嘅石匠橋，其中最有名嘅是倆初檔案橋。結識嘅方法看來像當無規矩，早期係靠師徒相傳，後頭就係再替嘅客家嘅智慧，祈求當頭面愛團結。路嘅鬧熱起來，一定要大家好好參詳。路嘅雖然細，大家就創意用心，一聽就執個做得鬧熱起來。今日今日嘅來賓其實係馬上嚟讀短片，啲都有看到嘅哦。關係主題嘅藝術家傅正娟，大家好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關係內嘅傅正娟。今日當歡喜樂一片節目內，撈大家打嘴鼓。歡迎傅大哥，傅大哥有少少緊張，什麼？當緊張，你不要緊張，冇緊張，因為今日呢度呢一片係你係專家，你好好嚟撈傅大哥嚟學習一下。該下讀短片地圖看到誒，就是我們這一座橋，倆草橋，什麼？檔案橋，好美哦！唔過我想吼，係個關係嘅人，可能大家都看過倆草橋，什麼？所以我倆下手上拿的這一張作品就是你拍的，對不對？就當時嗰張片呢，是我都大下都。我看到凍漿就來翕伊啦。啊，凍漿哦！我鄉親朋友可能會想講，為什麼今日繞牆傅大哥來到倆片，一開始來紹介倆隻檔案橋咧，是為什麼呢？不過讓鄉親朋友來分享一下。我們先講一下好了，我們就由傅大哥來，好像當這個文史工作者，好好幫我們來紹介一下。大家啲麼？都姓做關係倆地方，伊講有幾多安樣嘅橋？關係就單單應該關係只有底下只有35種，35、35，佢太細細啦，太細細，哈哈。所以而且我真的是很驚喜，為什麼呢？大家覺得這個橋很漂亮，對不對？倆草橋凍漿，可是大家從來沒有想過，大家可能冇想過，都關係倆隻地方，像安陽街石匠橋，但大大小小就有35座，35籌。對不對？可能連當地人都不知道什麼。冇錯。你也關心你什麼時候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橋，安多橋？我咪係講，就前2年人開始用地有安多橋嘅。
噶有没有可能挨到个乡土协会嘅理事長，羅公先，佢係體界一屆以協辦人嘛，合作對外吧，其實係那個鄉土協會有做咗調查，在2003年的時候有做一個初步的調查，其實青島差不多有17座，17座，對對，他有沒有寫到日本嘅古道跟老橋的一本是數檔過呢，所以你還沒有一張種尋寶的感覺，有沒有？好像全台灣以輕薄都帶有幾多安永街石拱橋還存在？為什麼說還存在？因為其實你代表莫講客眾婷婷，代表其實除了代表客眾，也代表台灣過去嘅歷史、老文化，從嘛哈。所以再來問一個問題哈，你講35座是都關係嘛哈？來，鄉親朋友團看看，你看你個傅大哥。安永街石拱橋，他拍了幾座了？你拍了幾座這樣的橋？你看，單係石拱橋啊，橋就其實68座，68座了，都已經入袋了，在你的攝影裡面了，什麼？而且還有不是石拱橋的橋也拍了。風轉起來拱橋咩？是，所以大家是東上的門的呀。如果哈，你等下流量他用你打電話幫你講，哎。那個傅大哥，我們突然發現哪邊有橋，你是不是就想要趕快去拍？整件事我想到一起去，迫不及待。那問一下，你是想要累積你拍橋這個數字的上升，還是你對這個特殊的情感，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分享一下。其實我們講都有啦，我講係講希望他是越來越多，不然都。簽出來不大家啲，而且佢當到佢其實佢當時在佢改編嘅地方，突然都係偏僻啊，然後比較原始風貌，其實像是有凍匠，唔講佢誰啊，唔誰佢係有凍匠嚟。對，所以這種感覺好像是以青島好像被大家遺忘的角落。係安永的感覺嗎？你青島本台家遺忘的角落，可是裡面竟然有一座橋在那邊，那台家就會覺得，所以橋跟我有什麼關係？哎，有關係。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種橋吼，兩美黑可以是府台購的攝影集裡面的兩座橋，你兩隻名你認得出來嗎？考試嗎？你看到個楊青橋，好緊張哦！我突然給問佢講，哎，你記得兩隻橋的名？這只是一個角落而已啊，楊青橋，所以。為什麼講要去安永橋？因為每一座橋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歷史或故事，對不對？有沒有馬嘅特別做啲分享嘅冇？從亞條橋嘅話係講啊，呢個關係人30唔錯橋，又石拱橋，也係唯一很有人出來邊寫山嘅地方。現在你看你是說賭橋俩？這不是你安排的臨時演員哦，不是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所以現在還是有機會俾 U N 你改。你講福音家去到兩片類到客家人嘅阿婆媽媽自己上網啊，都能以3000啊，最好把死啊！好浪漫哦！你哋看到安永街畫面會知道當浪漫什麼？好，你看到還有哦，當到大家的分享，嚟倆座橋哦，是講到真是從印度。提上隻橋嗌來分享，你真是看到從印度山東邊啦高地度嘅。兩隻橋就係嗌到關係青島最尾隻橋，最尾第35座，第35座，會不會有36座？你們沒有發現？一定會有啊，一定有，一定會有啊，因為東島嘅係依啲係出嘅產業道路嘛，我同埋係寫別落嗰個地方，所以一定肯係會有啊。那兩條橋有乜嘅特別嗎？有一條當特別就係講，佢其實唔可能等我要人咯，其實佢唔係半人行啊。哦，這邊兩邊有張人，一間人去到蛋糕，因為被去到蛋糕人啲一條橋一台，所以跳被去到嗰邊。所以兩間人度兩邊係比例尺是從嚟，佢係比例尺。佢窮命，我哋鄉土社會係計會員，我哋窮阿姨，然後就喊佢去到蛋糕。所以兩條橋其實好細，從麼？係好細，好細，對不對？好，那你這個先來分享一下，還有很多漂亮的橋吼，來兩東貢橋，從麼？東光橋，東貢橋，哈，兩也好漂亮，對不對？兩條橋係。兩條橋就當講，我遲到來講，我係最喜歡也。為什麼最喜歡？你看佢旁邊冇水呢啊，
啊，真是，大家昨天看到哈，大家还讲真是有看两张胶被发现，这俩就都是全部都是原始的风貌，完全没风没那一堵地，对不对？你看到镜子。合而为一样的感觉，而且在这样的风景真的好漂亮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了解说该用些技巧，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技术，等一下走在讨论，好，可以改打啥文法呀嘛改，所以这是你最喜欢的一座桥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张桥真的，你站在那边的时候，你按用看头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哈。读关系地读，除了台尬宁西改东岸桥之外，还有这样的一个秘境，我们可以说是秘境，对不对？来，水妹哈，俩团水妹还有一只桥，然后大家来分享，系咩俩草？芒山的连岸桥系冇？嘿，哈，俩草桥也好漂亮。俩草桥基本系咩？像我们空中大概都有只故事，从一只桥就是看只中间桥墩底下系一只大石鼓。哦。你係講兩片嘛？兩片係只當台真嘅石鼓。嚇，兩片係只當台真嘅石鼓。佢今日橋墩叫做起到嘅等講嘅。所以該用是個石記寺，係講你講師傅，佢來走兩條橋嘅時間，佢兩隻台石鼓都是獨改片的。它等於是就是用很多基調改技術，然後扣合，然後該用是改共唱，然後它就直接吻合，都愛用個台石條當講。有就按個聲音厲害嘅地方啊，然後佢就用啲智慧講，誒有隻石鼓佢當台就當文嘛，那乾脆就不如做嘅橋墩，就在唔係在社會打個石鼓。不過沒有人講哈，因為佢所上過當個戲啊，可能沒有啲難度。對。然後從呢度起啊，到橋啊，把呢度淺嘅地方吼，都會先比較唔係要石盤啊，還有大石鼓嘅地方吼，就下踩啦。嚇唔驚水吼，下幾把水會嗰啲去衝擊嘅橋吼，就係容易有橋會崩塌啦。好穩啊！係，佢當佢從呢個聲音當嚟係就佢個聲音。嘅觀察，唔係講前菜戲啊，佢兩旁邊嚟嘅合體咪當本，用做戲啊。做對，不過大家鄉前面有上到做嘛，你個客家種地圖有按到按用嘅石拱橋，還有嘛嘅歷史老故事哈，大家聊下，你等下陣再講。歡迎走在繞牆圖關係主題嘅藝術家傅正軍傅大哥來到節目第一讀啦，大家都小解哈，大家哇又上過冇讀關係哦，我目前發展的是35座石拱橋，35座，咁過去7家記錄下來也是超過68的哈，我們講石鼓做的哦，前一段節目有看到東都改相片，就覺得非常的漂亮動匠，而且很原始哈。那片中當然還用以特別給你動容性帶來改，安用改，這都是傅大哥的作品，全部都你拍的作品，而且每座橋都還是有它的故事，對不對？我們可不可以現到倆草橋可以笑嘞？倆草橋是東明橋，東明橋其實佢就成個水田，喺民國57年起來，係民國57年起來。然後有條橋佢唔係我哋千人都橋，所以講最神秘啊。為什麼？因為佢前面就係深潭。啊，很深的潭，洞慶係冇。後背把你過去嘅後背把差唔多300公尺嘅石鼓涉水而過人在度嘅橋底下，所以講可能冇萬人坐底下翕過機啊。啊，對，你大家看一下兩種相片哈，我們是從底下往上拍的，對不對？這樣很漂亮，所以怎麼辦？它是深潭。我當初我翕嘅時就講，其實。公司咪要翕，公司咪同公司咪冇過，因為已經過嚟可能都係超水啊，冇在行動。好危險哦！所以公司嗌到公司同係前一條橋嘅時候，咪當時就講，公司就講，咁冇嗌錯橋檔講嗌索個吊人海本深海，然後你翕。他在一堵橋檔，然後你綁一個繩索，幫你放下去，是不是？本來太危險了。一般是啱講嘅啦，後來因為公司佢瞬間當到係。工作哈，去當忙碌，然後我自家只有就突然間就心血來潮，好像我就是自家就走人嘢。走人嘢時間就剛剛講啊，因為佢前面係深潭嘛，因為我那年嘅翕相機冇可能超能過呀。
太危险，哎呀，而且机器总那就选择上游航人下移嘛。哦，哎，就他们给三百公尺航人给涉水过去。啊，然后可是要都未接近佢啊，甚至看到佢咯，前面還要探水個水，都按嚟繞安過，咁到了一片咧要行嚟安然咧就唔敢面轉移嘛，所以就講那就老個攝影就卡到聽下當人行嚟過去，就大下就全部。你一個人哦，你該不會就你一個人哦？係，其實係啦。那我現在要幫你拍手哎。你真的是可以平安回來，太危險，天幕一響嘞，很危險。其實有種東西咪係，從我姐妹就講，即係講你從你做有事情做嘛㗎，要暗妹響要摸簽，你做有事情做嘛㗎。咁我咪講啦，即係講啊，我話即係時差咪當唔響，大家咪出嚟事。我遲早以那種地方可能還比時差還難安全。沒有這個比較不安全，因為你一個人。你突然怎麼樣了？我們不知道怎麼救你，係冇？係啦，咁講就講，因為一來因為會抽水啦，那通常係唔會先撈，我看講可能會那邊。唔過啦，其實非常感謝傅大哥帶來安靜鬼改相片因為這座橋下倆係清湯嘛，它得會清湯，沒有辦法有安降改相片。不過就是說，就是你始終得看到福台夠去改熱清跟那個執着。對不對？哈，所以還是要注意安全。不過這個原來就是有這麼神秘的一個故事在背後，對不對？聽一種美係從冇東貢橋，東貢橋的話，其實係你看像這個就不是深潭，你看人還可以在那裡釣魚。我記下也窮用美哦，也是。記下嘅地方美係，係釣客哦，釣客從頭行嘅地方行出來的路，咩講東河行，所以也片看一粒橋上面當這樣來講，呢個就講全部東白啦。最後係做最少係做水橋通義。哦，聽出來啦，聽出來哈。所以這個還有順頭嘛，又一種。係順頭也係個玉山嘅個石拱橋啊，佢一條橋其實佢從一片山嚟說佢不掏空鐵掉咧，所以我被佢要分清嘅水泥。因為佢有條橋咪係不計遇上實況啊，佢計土拉谷行嘅地方，所以佢就就是為了那個安全，所以佢就來加強嘛，就水泥又來封台，所以可能來把可能從唔像係石拱橋，其實佢係石拱橋，還是很像，可能係因為那個磚呀地形冇按到，所以看起來就是石拱橋。不過大家會想講，為什麼普太哥會去按到改安用改橋？當然有很多的原因。其實你也是要繞動到動體改溫室改工作，再向下做填調，從冇。係。好，所以對你來講，所以你早在分享講，其實做安用改改良師改師傅。其實是我們說先民嘛，哈，是非常專業、重正面，因為這個不是我們一般現在看得到的，它中間有很多的工程、很多的科學、很多的力學是在裡面的。該東西該下骨一扎一扎納起，然後把它做起來的，就這樣講。係，從東貢橋基本沒有這故事，從佢起來橋其實佢個是吹了唔啦。哦，吹了唔啦，佢又從嗰度個關係進來，本身我都講係。彩鳳橋其實佢係算係政府起嘅嘛，不過佢只有橋墩，它沒有橋面，佢係橋墩停啊。哦，所以到世界世界佢當過嚟，因為之前當過係不改新便車行嚟，然後佢咁都標啊都係很要講冇可以被係現代呢啲係冇用到嘅，所以處處都係橋墩，所以按到窮人按到。客家人就當錢錢都計寫到石鼓，咪拿到那邊來掉起來啊！所以該東西做了東貢橋改時間起些材料唔啦，係哦，所以最後還是完成了，對不對？還是完成了。大家你有做過研究嗎？為什麼都你改客種改橋安豆這麼多，對不對？係從來發現按到客家人，客多都係帶到丘陵地啦，因為按到比閩南人還蠻多一度，然後有那原住民徵地，可能就夾不記得兩曬中間嘛。然後從那個關係來把當到後吧，然後又係丘陵地，所以就又加上那個礦產，當到唔管係講之前係茶葉啊，還有講係樹木啊，還有
后来发现有碳，该讲係煤炭嘛，好該石礦石炭哈，會拿來鴉片，佢採礦嘛，所以該是在 Q N 的話，該日前英咪係講就地取材，日前係 Q 唔係逐 Q 就係木板橋，我敲冇唔難啊，該從佢從佢運在該講係煤礦嘅世界記住。用叉嘛，叉見下站上嘛，所以介紹介因咧好把泰石鼓唱活動，當場呢一屆等高咪要旁邊咪有泰石鼓，就啲詞晒而家打出來啊，就起來，所以我知道而就係我哋關係特別多開懷嘅人員。所以你看到談福大哥愛用分享故事，大家是會知道一件事情，嘛個事情就是文化嘅產生。好，該東西生活的就是生活的需求，所以因為愛用該分享下都是該東西帶到該片該研究愛用該需求，就運用了該東西該技術來智慧，所以是用 Andy 我們說後人底下都會看到愛用該歷史該故事來講 Andy 講該東西該文化留下來，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我們說遺跡也好，對不對？所以現在很多橋還可以再使用，所以這就是可以從愛用該挑是走得看到該東西讀關係。信州，我們的客家改，你講向慶黑那時候的先民是怎麼樣在那裡生活的，對不對哈？所以其實當然福大哥去做，因為實行機去做了東豆改你講田調工作哈，也跟很多的文史工作者一起來研究。可是很有意思哦，佢講到你下去協從，我們講佢細改細節，你自己跟橋也很有緣分，對不對？你自己也是有一座橋對你來說特別的不一樣。童年的回憶是嗎？童年，從講起佢係差唔多5、6年前佢有生意翕嘛，佢嘅當初嘅時佢翕咪翕到要青島，我哋介紹下要講鄉土協會，所以佢做調查田野調查吧，佢要青島差不多17座左右嘛。哦，後來講起佢以前要多參加5隻橋，就青島22隻橋。係，然後我就。其實我可能講起佢生翕有隻橋，佢要做隻記錄，佢要翕隻，我了解羅子根老先生哈，佢要參與到有隻翕橋，唯一也是要青島要參與到係錄音架。等一下，你意思講你們去走安永改田調的時候，你們遇到的造橋者本人，你親那個橋，又改錄音架，哦，這個橋就是我蓋的，你們遇到了其中一員。對，然後記住到記錄以來嘛，然後記住到翕到隻紀錄片。那當時看到佢翕，想哎呦，原來關係還有安這樣的橋，唔係單單東岸橋。所以我就開始我咪就要嫌棄，我咪就問佢講，幾多橋從哪邊？佢咪讓公司佢咪佢咪當學佢讓分享就講哪邊就，然後我就自家以青橋啊，所以講也後來我就講，從也我那日橋要人，未得公司窮咗，公司佢坐東岸橋旁邊添，然後我係坐關西橋旁邊，然後那關西橋。其實大家你也看到關西橋係水泥橋，其實關西橋日先咪係石拱橋，唔係武功啊，咪當江，而且佢係日本係工商時代呢，嗰啲水板頭揸劉先生啊，揸做呀石拱橋啊，因大人而起嚟橋，佢比嘅東岸橋很難，嘅手工很難細很難講，我就想講，你從呢下嘅東岸橋很有名，佢算係台灣的百景之一啊，而且是景點，大景點。那就想講係當初人家呢個關西橋咪係留下來吧，咁看，咁啊，牛腩河就不一樣。喊那醬，喊那多開來。係，還有東島嘅故事吼，你做啲老鄉親來分享喎，另下餐你等下陣仲來講。今日繞牆道係福建區福大哥來到大家來講一下，因為呢個節目時間也冇當長，係麼吼？你想看啊，35座橋，佢去過超過68座，但座橋都有多多嘅故事做啲分享。上段節目你有講到，其實你去跳一睇都到造橋者那個老公公，對不對？老阿爸、老阿公，對，所以羅子根。對，可是其實說實在，那很珍貴。可是隨着時間，其實我們很多的。我們說這些當時的這些
很重要的这些，我们说是工程师啊，对哈，他们其实慢慢动音也慢慢是摸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刚才看到改罗阿巴，对，未来我们会有乜改规划，或是其实我从去年来10月份遇到也在老千做一个采访，係記得佢東莞里嘅中間時代那嘢，然後我哋要做咗那記錄，你分享講下邊佢戲劇嘅事情啊，就從佢講啊，佢其實係聽人家爸做，其實佢有18歲，18歲聽人去做，然後佢其實佢就我沒有故事講，佢以前佢係嘅木板橋嘛，但是咧佢細細間嘛，從頭係聲音行前面，佢其實佢咪唔啲講，喲聲音就係行前面。因為個木板橋度佢唔耐用嘛，從頭話要會木踢，讓聲音會跌下，所以個聲音叫做不聲音向前面，個要跌下彈音再叫。猛啲係電動就加咩就跌下。小朋友行直接摸時間，關到阿妹行也是跌下。所以個老先生佢解釋佢咪係講，佢分享佢講，佢解釋佢咪有啲自責，就講媽媽跌下，佢就希望係咪睇到。所以其實係好壞橋幫媽媽講，佢就可以就當讀好就家爸就圖念大家來做下事情啦。這種感覺就是覺得說，哦，我要蓋一座橋，然後媽媽每天都會經過，去經過世界時走得又好好蓋橋走得行，是這種感覺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就講，從我都沒有學過紀錄片啦，所以講，你當場啦有都有相關嚟嘅錄音家，吼，那佢協來，還有分享嘅都對一條計劃嘅各種嘅事情啊。唉，那我要拜託你了，拜託，好驚掉啊，好害怕，對不對？因為真的你下摸走航白走，就會有一點點來不及嘅感覺，對不對？係錯，我訪問佢過後2禮拜，佢錄音家就過身體咧，所以講。我哋兩地關係唯一有老人10公橋有關係嘅錄音家全部都應該都冇錯。但該好得2禮拜前，就是好得要讀該東西讀到給你才做得採集到記錄，很珍貴的。我們說這也是一種口述歷史嘛，對不對？然後記錄下來，所以當然也希望講，因為講實在倆下。我們現在為什麼回過頭去做安樣改事情？因為你阿媽改你講橋都是風貌來取代的，因為這沒有辦法便利、快速，對不對？可是以前的功法也不見了。你說隨着錄音改一改模體類，其實安樣改技術功法不但不見，現在我們也不一定會，對不對？就是很可惜。所以當然，你倆下舞台過去走安都相片安樣改記錄，我們也是希望講，以後可以出一本。是不是台灣10拱橋集？然後每個橋都有它的故事、文法、都地讀，對不對？像68座，對不對？希望下擺看到你也世界可以有150座，這樣會太多嗎？就降冇咁多啊！如果按照新作館啊，你嘅橋特別多，特別可能不一定哦。我們要慢慢的尋覓，對不對？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願望，對不對？要動作改秘境，你慢慢以行摸停才會傾到，對不對？是嘛？好，我們這是我們的目標啦，所以希望講，有機會就得出一本。當然我希望大家都會聽受。我們基本節目係少改橋，其實當然這有很多的困難在背後，我們有經費的困難，對不對？我們有資源的需求，對不對？我們希望如果還是希望很快有一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本書，然後我們也可以，而且我們也有一個紀錄片，對不對？因為你講從信州關係啊題目非常，你講好吧，所以我們也有一個我們愛都有改好吧紀錄片，什麼？係，好好。舊時陣我強調我講起係強調要上嘅講係社區影像嘅課程，我哋上就通學，所以記住表演去10公橋嘅鏡頭，我又唔係到去這樣開始請橋。然後我前幾層咪要撈青島站幾啲也起橋嘅事情嚟錄音家，我咪係想我隔啲撈要訪問而來，就講錄音家因為第一橋嘅人通常都係80歲以上。對，所以希望就撈有啲東西嚟記錄起來，係最重要嘅。係因為我起來到橋嘅話，其實我講實在，我當翻去係講當到相親嚇，幾日前帶到橋旁邊嚟嘅，嗱，其實會來講分享，甚至讓講哦，那片冇翕到，其實我就開頭想我咪係去，我咪青島間家庭，其實
公司去进到变22章啊，现在就变成27章嘛。后来再变到35章，所以当英讲啊。就像家講啊，介抄介要將喺度介什麼介商業社會啊，介什麼去到當過啊，其實介跳橋係其實係不隨行啊。基本係你係唯一全台灣你係可能全台灣唯一還隨行有水行啊。飲水係呢個係灌溉水。什麼？對，它是所以啱都未講所以講佢係過水橋。是。但係講介講係水劍橋啊，好，水劍橋啦，佢就有2種說法。所以我講，你講在現在的東西，然後有這個鄉親人分享講，哪篇很有，那時候當翻起，你講，因為這是給你最直接的回饋，對對，而且當到鄉親就特別來看啊，甚至係連培種誒，好像阿婆82歲未成年來，係讓他鼓勵啊！你說因為你開攝影展，對不對？因為這樣鄉親朋友來講一下，就是你介扶台哥其實去到安都介橋，總會容易老大家的附近，除了那條附近那類有攝影展，所以你基本你看到了現場帶的，其實這個大家不要看到這個木框哈，這是你特別去找的窗框，懂嗎？是不是？你把它立起來變成正面的話，那以前就是我們的窗框，對，然後你把玻璃拿掉，你就可以把你的照片放進去，這也是一種另外一種。我們說利用，對不對？重複的一個利用再造這樣子，所以因為這樣的攝影展是動音不音回饋，該個阿婆是黑嘛，對不對？其實我用也橋啊，個窗戶來做呀，畫框咪係就原因，因為我本來就大陸我度關係係10點個中正路當過，你就是中正路當過嘅朋友係嗎？所以你現在可以住在這裡講老街吼，那一段短短的老街裡面。然後上擺嘅賴床莊啊，上擺賴床莊佢講係夜茶室就係老闆機來講，佢咪啱到就鄰居啦，佢啱最近啱到介偏嚟材質啊，剛開始咪啱為都素描，所以啱咪就變到要介入呀文創嚟介工作，然後後來啱一個老師，然後係介關西高中嘅張老師，佢咪係啱到上啱到駐村嚟藝術家，佢就講係啱希望啱做咗在地的那個駐村藝術家，佢就講，哎呦，我起來好當好看，佢講緊。年代就所以用嘢來做隻展出啊，可是佢講啱，因為啱係隻素人，講啱係攝影師，其實唔係啱做當好協調，佢就調隻實體本做，佢講你想辦法嗬，個框框唔可以賣片嚟嗬，你要想辦法做隻當特別啊，如果上千，佢講上千要好看，當佢符合按客家人勤儉嘅隻精神嘛，當啱都從事呀文創工作啊，因就窮人嗬，就。正因為還冇收入不穩定，所以現在就到在木匠嚟嘅挑家嚟打工嘛，做標木啦打工，然後要辦啊而家開始看到間倉庫就變動到呀國小嗰度，冇人就窗戶變貴對啊。我剛才也覺得很像國小嘅，就擺脫國小嘅世界的窗戶。然後就動到嘛，然後我現在都想到講，其實你。嘅展覽嘅寸度冇做嘢添，喺看到我就用嘢，我想講用嘢來做。某啲見看見老嘢古橋當夾要啊，對，相輔相成當這樣就講，對，而且佢便宜啊，50千你係講當，2千係冇，還係2千係冇，貢獻來低嘅在打工，從你打工，你去打工去送醫療用，然後咧就講。也從也就啱解釋那度差唔多要22張嘛，佢就上下2000人橋，梗係講要賣框框2000人橋能賣到。我馬上實在算嘅2000張在2000，一隻長度是8 Q 係嗎？差唔多。200 Q，不過簡單嚟講，其實老鄉親朋友嚟講嘅是係，其實正是因為扶台哥係關係主體嘅藝術家，所以佢做安樣嘅業人長，每一個事情，我們說校長兼敲鐘哦，就是從頭到尾嘛，個事情都要自己一架翕，一架填掉，一架洗相片，一架找窗框，自己設計，自己展覽。
系么？不过动看同改系，就是很多人会给他回馈，不给回馈。其实，你所有嘅乡亲们系讲，今年看福气类的，很爱许多关系，这都不会你讲艺术家地气也好，精神的鼓励、实质的鼓励也好，其实都是一个很棒你讲前进的动力，对不对？那个阿婆为什么你知道？为什么他有感觉？他有可能就是他以前的生活，那就是他的记忆。他可能那时候该用西汉起头摸嘛改狗，现在可能竟然有人把它拍出来，原来它这么珍贵。不，那个傅大哥短短20秒改洗给20秒来讲一下，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？也爱未来的话就讲，要当然现在鼓励爱讲出书啦，也10公克的书，错，还有就讲，就像家讲，几乎每座桥都有讲故事嘛，错，好就讲希望我哋希望做纪录片，好，那部系有大人大家都知啊事情，唔好讲就長期都差唔多表達到當然唔得參加就啲東安橋，出來你看，那就講就像是時候改到橋啊，叫做變對來改到橋冇公平，講叫做按蒙因地去恐龍改偏體，好可憐哦，好地也靠大家都去想，又都靠默默的在角落，其實是等待嘅因大家嚟認識佢。不過今年前線東方伊就在繞牆的福台溝呢度節目地度，希望家家出書，家家出書，而且係講當家有性感讓展改孝心，因為咋個繞牆的福台溝，然後大家嚟分享嘅消息，所以今年感謝福台溝安然嚟到兩片，然後大家嚟分享，感謝。好，是麼？電台應該好消息，好嗎？好，聽下你做埋嘅，你做認同了。